各位香港嘅手足朋友，好耐冇同大家傾下香港嘅經濟情況。今日想講嘅呢個話題真係聽者傷心，聽完之後甚至會令人心頭一震。唔知道大家呢排有冇去過旺角，有冇去過彌敦道或者西洋菜、南街、花園街行下？如果你最近有去過，或者你平時放工經過，你一定會注意到一個非常誇張，甚至可以用觸目驚心嚟形容嘅現象。成條街密密麻麻，全部都係寫住吉鋪招租嘅告示。以前我哋行旺角係人貼人，鋪貼鋪，間間鋪頭都燈火通明，售貨員喺門口大聲叫賣，熱鬧到不得了。但係今日嘅旺角，街頭嘅冷清程度真係令人大跌眼鏡。我哋直接睇數據，旺角有一條街竟然喺同一個時間出現咗高達17間吉鋪，17間啊！呢個數字直接打破咗過去10年嚟嘅最高紀錄。大家諗下，10年之前係2016年。再替後啲去到2014年，就算經歷過唔同嘅經濟波動、社會事件，旺角作為全球租金最貴嘅零售地段之一，幾時試過一條街有咁多間鋪頭同時關門大吉？呢個唔單止係一個數字，呢個係一個極之嚴重的警號。更令人震驚嘅係呢波結業潮同撤退潮，唔單止係嗰啲底子薄、資金少嘅小店、個人小生意支撐唔住，連我哋以前覺得底子極之雄厚、大到唔會倒嘅大型連鎖餐飲巨頭都撐唔住。就拿美心集團旗下嘅美心 MX 嚟講，喺旺角呢個黃金地段硬生生撐咗3年時間。大家想象下，呢3年嚟佢哋每個月要交幾多租，每個月要負擔幾多人工同水電雜費。喺呢3年入面，佢哋每個月都喺度蝕錢，月蝕幾十萬，3年累積埋就係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嘅巨額虧損。最後連呢種咁大型嘅連鎖集團都發現呢個無底深潭根本填唔完，寧願付出巨額嘅違約金，寧願蝕本都要即刻跳車大逃亡。連美心呢種大巨頭都揀擇斬纜走人，可想而知旺角嘅實體零售同餐飲業形勢已經嚴峻到一個咩地步。講到呢度，可能好多人會問，連鎖巨頭都走，咁嗰啲手握大量物業，以前靠收租賺到富可敵國嘅鋪王又點呢？大家以為業主好過，錯啦！今次呢波寒冬，連以前喺香港幾十年嚟呼風喚雨嘅鋪王們，都全部被深深捲入去，個個都陷於月蝕幾十萬，甚至瀕臨破產嘅絕境。喺香港嘅地產神話入面，買鋪收租一直被視為最穩陣、最保值、最可以一勞永逸嘅投資。以前2010年、2012年嗰陣，自由行最旺嘅高峰期，旺角一個幾百尺嘅地鋪，動輒要幾千萬甚至幾億港元。嗰陣時啲鋪王買鋪借高槓桿向銀行借幾千萬貸款，完全唔怕，因為租金回報高啊！一個地鋪一個月可以租到30萬、40萬甚至50萬租金。業主每個月拎住呢幾十萬租金，扣除銀行供樓嘅10幾20萬，每個月淨賺10幾20萬，簡直係坐喺度等收錢。但係今時唔同往事啦，依家形勢完全扭轉過嚟，嗰啲喺高位入市嘅鋪王，依家真係叫苦連天。大家算一筆賬就明白佢哋嘅處境有幾咁絕望。假設一個鋪王喺幾年前高位買咗個旺角地鋪，向銀行借咗3000萬貸款，喺依家高息嘅環境下，每個月單係向銀行供樓還利息就要交20-30萬。以前有租客嗰陣，月租有30萬，剛好可以遮蓋供樓有餘。但係依家鋪頭空置咗，一交唔到租，個業主每個月就要自己掏腰包，硬生生吐出20幾30萬去供俾銀行。一間吉鋪一個月蝕30萬。如果個鋪王手頭上有2間、3間吉鋪，一個月就要硬蝕70-80萬。大家諗下，一個月蝕80萬，一年就係近1000萬。就算你以前身家幾億，你又可以撐得幾多個月？好多鋪王過去1-2年已經將幾十年累積落嚟嘅積蓄蝕得七七八八，依家完全係靠借財務公司抵押其他資產嚟硬撐。如果鋪頭繼續租唔出去，或者要大幅減租6-7成先租得出去，佢哋嘅租金收入根本覆蓋唔到銀行嘅供款。銀行一見到你還唔到錢，或者見到你物業嘅最新股價大幅下跌4-5成，就會即刻發出致命嘅 call loan，要求你喺限期內一次過還清幾千萬嘅貸款。呢個時候，呢啲以前表面光鮮亮麗嘅鋪王，就會瞬間面臨資不抵債，資產被強行拍賣，最後走向瀕臨破產嘅悲慘下場。究竟係咩原因導致旺角呢個曾經嘅不夜城、購物天堂，變成今日呢個吉鋪林立、鋪王慘蝕嘅局面？如果我哋深入去分析，背後其實係幾股巨大嘅經濟同社會巨浪同時衝擊嘅結果。第一大因素，亦都係最直接嘅衝擊，就係香港人消費模式嘅根本性改變。北上消費成咗新常態，依家每逢週末或者假期，金巴、高鐵、
各個陸路口岸全部都係人山人海，幾十萬香港人成群結隊去深圳、去珠海、去廣州消費。點解？因為那邊嘅性價比實在係太高啦。喺香港旺角食餐普通嘅茶餐廳，一個人隨隨便便都要60-70蚊，仲要限時41步鐘，服務態度又未必好。但係你去到深圳，60-70蚊可以食到好豐盛嘅餐飲，服務好，環境大，仲可以舒服咁坐一整天。再加上依家跨境交通極之方便，高鐵10幾分鐘就到，港車北上又普及咗，結果導致香港本地嘅中產同基層消費力大量外流。旺角以前週末係靠本地年輕人同家庭客撐起半邊天，依家呢班最願意消費嘅主力軍，週末全部跑晒去深圳購物中心，旺角嘅商戶又點會有生意？第二大因素就係訪港旅客嘅消費模式發生咗天翻地覆嘅變化。以前2015年之前，內地旅客嚟旺角係嚟做咩？係爆買名牌手袋、買高檔手錶、買黃金首飾、買藥房嘅藥品同化妝品。嗰陣時，旺角嘅藥房同珠海首飾店間間都塞滿咗拎住行李箱嘅旅客，買嘢完全唔睇價錢。但係依家呢？依家嚟香港嘅旅客追求嘅係深度遊、打卡遊、文化遊。佢哋去麥當勞度影張相，去麥花臣球場坐下，去舊式街道打個卡，然後買一杯10幾蚊嘅手搖飲品。行完一圈之後，晚上直接坐車返深圳過夜。以前嗰種個人遊帶來嘅暴利消費模式已經徹底成為歷史。但係旺角嘅地鋪租金以前係根據暴利時期定落嚟嘅，依家訪客消費力大跌8-9成，鋪頭又點樣負擔得起天價租金？第三大因素係高租金同經營成本嘅致命擠壓。雖然最近一年好多業主見到形勢唔妙，開始願意減租，但係好多減幅仲係遠遠跟唔上生意跌幅。加上近年人工成本上升，食材原料價格上漲，水電雜費增加，餐飲同零售業嘅利潤空間被擠壓到極之微薄。好似美心 MX 呢種大型機構，算賬算得最精細。佢哋計算過喺旺角繼續營運落去，每開門一日就係蝕錢一日，咁不如直接關門大結業，將損失只喺呢度。第四大因素，仲有網購嘅普及。依家年輕一代買衫、買電子產品、買生活用品，全部喺手機撳幾個掣，淘寶、拼多多或者外國購物網站直接宅配到家，價格又平，款式又多。實體店鋪淪為咗試衣間或者展示櫃，大家喺旺角睇完實體商品，轉頭就喺網上落單。呢種零售格局嘅改變係全球性嘅，但喺香港租金咁高嘅地方，對實體店嘅打擊尤其致命。我哋睇返旺角呢條一條街有清一色17間吉鋪嘅慘況，呢個唔單止係旺角一個地方嘅問題，呢個係成個香港實體零售業同餐飲業嘅一個縮影。從銅鑼灣到尖沙咀，從中環到元朗，類似嘅情況喺各區不斷上映。過去30-40年嚟，香港人一直相信地產霸權、地鋪永恆嘅神話，以為買咗地鋪就等於拿住金飯碗，可以世代無憂。但係今次嘅經濟大環境改變，徹底打破咗呢個神話。當租金高到商家無法生存，當消費者流失到其他地方，地產嘅價值就會像泡影一樣迅速蒸發。嗰啲瀕臨破產嘅鋪王，依家正面臨最痛苦嘅抉擇。如果硬撐，每個月要繼續套幾十萬出嚟填補空缺，唔知道要撐到幾時。如果認命賤價拋售物業，估值可能要比高位跌去5成甚至6成，等於幾十年嚟嘅身家財產一朝清零。呢種痛苦同絕望，正係目前香港地產市場最真實嘅寫照。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嚟講，見到旺角呢個昔日繁華嘅地標變成今日咁樣，心裏面真係滿滿嘅唏噓。旺角承載咗幾代香港人嘅青春同回憶。我哋以前喺度約朋友睇戲、行街、食宵夜，嗰種充滿煙火氣、人情味同勃勃生機嘅香港，依家似乎漸行漸遠。香港嘅經濟正處於一個非常關鍵，亦都係極之痛苦嘅轉型期。舊嘅暴利模式、高地價模式已經難以為繼，但係新嘅經濟增長點同競爭力仲未建立起身。喺呢個轉型嘅陣痛期入面，實體商戶嘅結業潮、鋪王嘅破產潮，可能仲未去到最壞嘅時刻。未來1-2年，我哋可能仲會見到更多熟悉嘅老店、連鎖品牌消失喺街頭。面對咁樣嘅大環境，不論係做生意嘅朋友，定係買咗物業嘅業主，最要緊嘅係要有清醒嘅認知，切忌盲目硬撐或者存有不切實際嘅幻想，及早調整策略，控制好現金流，做好長期應對寒冬嘅準備，先至係喺呢個變幻莫測嘅時代入面生存落去嘅唯一出路。希望旺角嘅街道可以早日恢復昔日嘅熱鬧同生機，亦都希望香港可以盡快走出呢個經濟困局。今日就同大家分析到呢度。
大家對於旺角一條街17間吉鋪，連美心都蝕本大逃亡呢個現象點睇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，分享你哋嘅親身觀察同看法。大家保重，我哋下期再見。